同性相關。響好耐好耐之前，喺一條睇唔到終點嘅路上邊，有一個青年人，佢隻腳上邊綁住咗一個沉重嘅鐵球啊！鐵球上邊刻住3個字母 SIN， 即係罪。佢每行一步就會發出一啲沉悶嘅金屬碰撞聲。呢個鐵球最初只係一粒豌豆咁細，但係隨住每一次嘅犯錯，冇遵守到承諾，或者每一句傷害人嘅說話，呢個鐵球就會不斷咁長大。依家已經變到越嚟越沉重啦，令到佢成日都會跌低，眼裏邊嘅光芒越嚟越暗淡，心裏邊只係剩返3個字母 SAD， 即係悲傷。有一日，呢個青年人攰到跪咗喺地上邊，佢話：我行唔喐啦。鐵球上面嘅字喺陽光嘅照射之下，發出好冷淡嘅光芒，好似喺度嘲笑緊呢一份冇辦法擺脫嘅重擔咁啊！就喺呢個時候，路上邊出現咗一個人啊！佢手裏邊攞住支牧羊杖，頭上邊戴住荊棘冠冕，佢腳步好輕快，快到好似鹿咁啊！眼裏面充滿住比星光更加永恆嘅光輝。原來係耶穌啊！耶穌佢烏低身，對住呢個青年人話：我嘅孩子，等我嚟承擔呢個鐵球啦。然後就將手指輕輕咁掂一掂嗰條已經刺咗入去血肉嘅鐵鏈啊！青年人好激動咁話：主啊，呢個係我嘅罪，點可以由你承擔呢？耶穌笑起上嚟，嗰個笑容好似係世界創造以嚟嘅第一道晨光。佢話：我正正就係為咗咁樣而嚟㗎啦。愛係唔計算代價嘅。當耶穌嘅手指掂到嗰個鐵球嘅一刻，有金色嘅光由嗰個點嚟到射出嚟啊！鐵球上面嘅3個字母 SIN 開始融化，而嗰條鐵鏈亦都好似蛇咁，由個青年嘅腳度慢慢游走離開，但係就爬咗上耶穌嘅背脊上邊。嗰一刻，耶穌嘅背脊被壓彎。青年人睇住耶穌被壓彎嘅背影，佢嘅視線因為眼淚而令到佢模糊。青年人對住耶穌話：你何必為我受苦呢？耶穌回答佢：因為我要將你嘅悲傷變為喜樂，將你嘅鎖鏈變成翅膀。耶穌嘅說話都未講完，青年人突然間覺得背脊上面有一陣灼熱嘅感覺啊！佢擰轉頭望過去，見到有2道雪白嘅光由自己嘅背部伸展出嚟啊！嗰個唔係鎖鏈，而係羽毛啊！係一對好豐盛嘅羽毛翅膀啊！青年人好自然咁拍打佢嗰對翼，身體變得好輕盈，慢慢升起嚟啊！曾經俾鐵球拖住嘅腳，依家竟然可以離開地下，停留喺空中啊！耶穌背脊上面嘅鐵球發出光輝啊！呢一刻好似榮耀嘅冠冕咁樣。佢昂高頭對住青年人話：飛啦！唔係因為你已經冇罪，而係因為你嘅罪已經俾愛嚟到承擔咗。去話俾所有腳上邊戴住鎖鏈嘅人聽，你所經歷嘅見證啦。青年人乘住風翱翔天際，雪白嘅羽毛翅膀喺陽光之下閃耀住好似珍珠咁嘅光澤。佢飛過彎彎曲曲嘅溪流同埋寧靜嘅湖泊，喺水面投下咗自由嘅倒影。佢一面飛一面大聲咁宣告：
凡勞苦擔重擔嘅人，可以去到耶穌嗰度，佢就會令你哋得到安息。青年人嘅聲音隨風飄散，佢嘅呼喚好似春雨一樣，慢慢咁滲入每一個渴望救贖嘅心田。黃昏嘅時候，佢飛到去教堂嘅鐘樓個尖頂，喺月光之下，佢展開佢嘅翅膀，俾大家睇清楚每條翅膀嘅羽毛上邊有住閃閃發光恩典嘅印記啊！真正嘅飛翔係從有人願意為你付出而開始，而最重嘅負擔，因為愛亦都能變成最輕嘅翅膀。你願唔願意接受耶穌呢份愛，讓自己嘅沉重變成飛翔嘅力量？